有尊严，延续客家文化命脉向下来。客家人向前行，唔惊风来，唔惊雨，有作为放起来。清风明月，长江一途不由远。客家人向前行，唔是少来，唔是放，莫失志，莫失意。台上讲出客家的话真欢喜，客家人满天下，快乐自信行出来，有强盛，有尊严，延续客家文化命脉向下来。客家人最团结，热爱土地有关系，张千秋六万事，重建客家展望未来永不休。向前行，唔惊风来，唔惊雨，有作为放起来。清风明月，长江一途不由远。客家人向前行，唔是少来，唔是放，莫失志，莫失意。台上讲出客家的话真欢喜，客家人满天下。快乐自信行出来，有强盛，有尊严，延续客家文化命脉向下来。客家人最团结，热爱土地有关系，张千秋六万事，重建客家展望未来永不休。領導人就死啦，兩題啊！係2024第59屆六隊運動會開幕典禮正式開始。首先入場嘅隊伍係六隊總醫詞，歡迎六隊總醫詞入場。總醫將軍咪係我哋嘅忠勇功，係我哋嘅崇有信仰、精神象徵，代表我哋六隊人嘅從事忠義嘅精神。加上家用大家嘅掌聲，歡迎六隊總醫詞入場。感謝大家來打頭陣，來表示有忠義功來為我哋促進我哋嘅六隊運動會天操會圓滿成功。第三下來入場係第59屆六隊運動會技術委員會同裁判團。歡迎所有嘅技術委員，還有千辛苦嘅裁判入場。也當然呢，伊能夠秉持公平、公正、公開嘅精神來執行裁判任務。辛苦，按到評判先生辛苦嘅哦。辛苦嘅啊！麻煩大家。感謝大家。第三下來入場係客家委員會。歡迎客家委員會係由楊長鎮主任委員親身帶隊，客家委員會嘅委員、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同各處室以及主管同同仁共下參加。客委會係全球唯一中央級客家事務專職主管機關，振興客家語言文化係人嘅使命，建構快樂自信。係。耶！感謝您的口號，哇，非常
又熱情又發力的客家委員會，感謝。下來，屏東縣政府客家事務處歡迎。歡迎屏東向前，希望嘗試喺屏東縣 TV 新聞縣長駐村民縣長嘅帶領下，由客家事務處李明忠處長，秉持促權主流化嘅信仰來做總統署，帶領屏東縣政府團隊。歡迎。來歡迎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高雄市客委會係由主任委員楊水霞主委來帶隊入場，參加選書，如係討論客家意向嘅創意無雙團拍舞嘅，象徵人能非常嘅有精神，充分展現運動員嘅精神同熱情。高雄市客委會咪係佢積極嘅推動高雄客家事務，發展客莊建設，帶動客莊環境營造，歡迎。歡迎。下來歡迎係從志雄公所。歡迎從志雄公所係國家傳鄉長帶領公所同仁，一輪火氧氣，那輪客家詩，還個中輪客家太平山，展現客家綜藝精神同客家文化嘅推廣。從此嘅檳榔、椰葉、竹筍、甘蔗、茶泡係主要農作物，咪發展幾多經濟嘅農特產加工品。哇，咁請人哦，那輪按等一下嘅人工嘅，還個客家詩。哦，按有精神，加油加油！從志雄加油！歡迎從志雄。再來歡迎尼埔鄉公所。呢部鄉都係後隊係重慶鎮鄉長帶隊入場，大家呢咪係非常有精神哦！一屆嘅運動會各種嘅運動比賽同活動，呢部鄉千多人來報名哦，呈現人哋後隊嘅熱情。哦，哇，所以拿頓按多好食誒，好食好料嘅東西哦。有精神。再來歡迎新北鄉公所。新北鄉係由潘鳳年鄉長帶領選手團職員入場。新北鄉物產豐富，有名嘅農特產品有火龍果、黃梨、木瓜、番薯也豆，如係非常受稱說的。另外呢，還有歷史悠久嘅幾多位重建工廠、東廠門、大鐵田後宮也豆。公演期間呢，新北還會種花卉俾大家看哦。故所歡迎大家去新北了，感謝歡迎新北鄉公所。喺下來，我哋歡迎嘉東鄉公所。嘿，做對嘉東鄉係我哋6隊唯一靠海嘅鄉鎮，係由賴文業鄉長所帶領嘅團隊，用佢大型嘅發地博物館，按你嘅字符來入場哦。哦，沒有口號哦，還有聲音呢哦，誒，站，還個6隊歡迎大家嘅參加。歡迎嘉東鄉。再來歡迎高速鄉公所。高速鄉係由梁振漢鄉長來帶領，高速係水源保護區哦，優質嘅水源培養出幾多好品質嘅水果哦，尤其係一個黃梨啊、烏梅啊，還有棗也豆，而呢棗嘅食材係非常嘅有名哦，成功嘅打響我哋高速農特產品同觀光嘅知名度，歡迎高速。歡迎高速。下來，李港福樂莊。李港呢，一個下午落莊，雖然搶50年，不過付403元，點點又係好落莊，不過300人來都係保持客家生活哦，也只個人係高頻6隊嘅優隊嘅繁人體哦。哎呀，娛樂社區呢，現時學還係保持誒非常好嘅一個客家嘅語言，然後有自家娛樂嘅私房人，咪表現人哋嘅硬頸精神，歡迎。下來，美濃區公所。歡迎美濃區公所係由車學林區長來帶領，美濃人民情濃哦，係風景國家人文翡翠嘅客家莊，同時有幾多有特色嘅農特產。六隊美濃，六隊美濃，客家公用。哦，連強兩路帶來哦。歡
歡迎上嚟歡迎甲仙區工作。甲仙區係由劉文甲主筆來帶領大家入場。甲仙山明水秀，物產豐富，有梅葉烏嘅馬竹筍一道特產，還個有名嘅景點，像甲仙清水公園、美味紅菜會，還個陳湖香草一道，像還有小林村紀念公園，幾多年嘅旅遊行程。甲仙區團隊未展現六隊客家團結發力嘅熱情，歡迎甲仙。新浪區公所。哇！我哋看到貴太片呢，一個熱頭花入場嚟哦，一個有隊嘅桑拿區呢，當然公園期間青苔特色，都係有貴太片嘅熱頭花海，因操出桑拿貼拍的金黃熱情。桑拿係受驚嘅其中來帶領大家，入片呢沒有非常多嘅農作物。加油加油！很強哦！耶！感謝桑拿區公所帶來將嘅熱頭花。生下來，我歡迎嘅係六桂區公所。六桂區公所係由陳友基區長來帶領，六桂區展現貴大嘅人氣力，由18羅漢山鑼鼓隊，六桂區嘅線數實現，哦，強大生態嘅入場哦。六桂區呢，一個飯酸啊、茶泡啊，作為山茶，都係非常有名嘅農特產，還有幾多幾好嘅自然生態同景觀。哦，歡迎鑼鼓隊，歡迎。六桂區公所帶來按老年的鑼鼓隊。各位鄉親，我哋嘅行政院、村建與院長都現場嘅哦，大家拍下手，歡迎院長，請掌聲歡迎。上來歡迎竹田鄉公所。竹田鄉係由吳振中鄉長來帶領，竹田鄉係屏東縣嘅地段哦，係六隊嘅總隊。鄉內生存有12個客家村，客人呢差唔多係75%係農村型嘅鄉鎮。也喺2022年得到嘅一個意大利國際萬上嘅認證，喺屏東體育操萬上，你係全台體育操。當班呢也會結合地方創新同在地企業共同發展，同竹田嘅地產文化觀光推展出去。哇！竹田鄉有130年來哦，非常歡迎大家。
接下來歡迎溫萬強公所。溫萬強呢係林國順鄉長來帶領全體員工從業入場，員工係打扮做溫萬西部哈。哇！同日嘅溫萬西部作體成功咧，來推廣溫萬青重要嘅一道菜地美食同人員。接下來歡迎台灣6隊綜藝聯盟隊。6隊綜藝聯盟係前年能成立嘅全國性社團，咪係6隊前後生、前有法通力嘅社團，係總經營主席嘅帶領下，落成係推行6隊文藝復興運動，希望搶救客家語言，推展客家文化當今，促進嘅培養人才，爭取6隊客家產業，聯絡離愛6隊鄉親嘅感情。歡迎大家來到。歡迎歡迎，大班都講哦。因為2年來盼嚟20人從嘅發通哦，係我哋6隊青飛躍青強大嘅社團，歡迎鄉親加入，向下推動6隊文藝復興運動。接下來歡迎台北市6隊客家會。台北市6隊客家會係一群去到台北讀書、創業嘅6隊鄉親組嘅台北市客家社團。今年呢，第8屆嘅理事長係池同志理事長，促進呢鼓勵會員參加今年的6隊運動會，因為也特別作為全新嘅支付個韓國企業，我們大家看到第86隊鄉親關心6隊家鄉嘅熱心，因為講台北要好，仲為啱家鄉。今年有80位嘅第86隊鄉親，2種遊覽車來到聯絡來參加我哋嘅6隊運動會，感謝大家。歡迎，接下來歡迎玉里鎮公所。玉里鎮係花蓮南部發動中國嘅總團，由小姑男孩流到其中，好多行業外省韓國人出名人口，國家係4分之一，係族群融合嘅淳樸小鎮哦。尤其呢，玉里嘅陽江係非常嘅有名，韓國農產品像金針、文旦柚、火龍果、茶屯米，品質也係非常嘅好，如係一鎮嘅特產。歡迎6隊嘅鄉親。歡迎，接下來歡迎鳳林鎮公所。鳳林鎮呢係中央山脈同海岸之間嘅中國平原總鋪，係行業為主嘅慢上小鎮。自古從事教育嘅行業天性，唔單止鳳林嘅客家莊得到松樹之鎮、高中故鄉嘅美名，韓國喺台灣第一個得到意大利國際慢上組織認證嘅小鎮，歡迎鳳林嘅鄉親。然後你從嘅關山鎮公所。關山鎮係中國嘅平原南片，係多年族群風景貴強嘅城鎮哦，一隻嘅有全台清河嘅環鎮自行查討，每本人評選咗台東看山嘅清河嘅關山清水公園，自然屯遊文翡翠嘅素材，非常歡迎關山嘅鄉親。歡迎，接下來歡迎慈雙鄉公所。慈雙呢生態資源豐富，創造許多人家呢如何可能呢5個來落實。到日下呢，當然還會盼做排歸，也嘅呢係慈雙人嘅共同回憶咯。慈雙係發動中國嘅南端，係中國國法嘅地端，用片山脈流出來嘅水，沖刷出嚟從界山，南有公羊，適合種水田。故說慈雙大家陸地係美嘅人鄉，歡迎慈雙嘅鄉親。接下來歡迎鹿野鄉公所。歡迎也嘅鳳舞龍嘅故鄉，台東鹿野嘅鄉親。哇，大家很帶輪鹿個安定印象個，啊，大家對鹿野來到6隊運動會非常嘅歡迎。歡迎，接下來我歡迎嘅係泰愛三鄉、北埔、寶山、峨眉。
歡泰迎。愛係古體名，清涼時期後來客家強勢武裝屯墾組織，金廣福建後，拓建的範圍包括金門的新竹北部、寶山、峨眉，真係貴泰嘅慶愛奉獻哦。故所呢也三隻鄉，而到泰愛三鄉。歡迎大家，希望我冇講錯。下來入場係歡迎32鄉公所。上一鄉係苗栗青南片，鄉民呢利用種樹來做出的木雕係非常有名嘅，韓國有秋山縣鐵土文化哦，還有非常多有名嘅景點哦。歡迎32嘅鄉歡親。迎。接下來歡迎南莊鄉公所。南莊係泰雅水下屯行業為主嘅族群，105年2月的得到國際萬商組織總部認證肯定，112年9月的還頒嚟第4屆台灣萬商聯盟年會哦。佢隻嘅嘢青菜水果、花樽、香菇，一頭農產品都非常嘅豐富。歡迎南莊嘅鄉親來。歡迎。接下來我哋歡迎嘅係銅鑼鄉公所。銅鑼鄉係苗栗的西南方，鄉民銅鑼嘅由來，稱作係來自銅鑼灣一個詞。銅鑼呢，一年四季如有無窮樣嘅風采哦。春天有沙庫拉，有黃山藤啊；熱天啊有五葉雪，秋天有紅雀哦。非常感謝銅鑼嘅鄉親來。好，而家入場嘅係太湖鄉公所。太湖鄉行人比例有差唔多93萬多喎，大家都知太湖係草莓王國、草莓嘅故鄉哦。太湖鄉呢也係苗栗清華嘅鄉鎮，有豐富嘅旅遊資源，歡迎太湖嘅鄉親來。接下來最面入場嘅係我哋嘅鐵柱隊好，聯絡鄉公所。歡迎聯絡鄉。係李飛平秘書帶領下，大家各有精神嘅行業非常哦，係從此成八股隊共下來入場。哦。
按有精神、发力和热情嘅从事城巴部队以外，还看得到哦，特别作为一个 Q 版嘅麒麟，代表我哋联络麒麟嘅气球，一个嘅个嘢哦，哦，还有一个麒麟兄妹，哦，未来到现场，非常感谢。也联络呢，係我哋六隊嘅前隊，裡面有87%以上都係行業咯，係我哋全員行業比例超高嘅鄉鎮。我哋鄉隊呢，咪非常幸運同哦，還有前係好多暖場表演呢，型男爸爸哦，人到。歡迎按到型男爸爸吼，好多表演係更加來參加演唱，咩歡迎按到嘅鄉親，來代表呢，我哋鄉內係非常從事運動嘅風氣嘅哦，我哋唱足球啊、苗球、籃球，睇連落鄉路係非常嘅盛行嘅，後邊呢咩按到嘅哦優秀嘅我哋未來最重要嘅運動員。各位运动员，感謝。哦，表弟有談到表弟耶，好，感謝大家如愛有精神哦。我哋透過運動嘅精神，向其他隊伍來表達我嘅資金。以及1970年曼谷亞運女子鐵餅第4名，鉛球第6名。接班下呢，我哋如果有請我哋呢貴賓為我哋支持講幾句話。首先當然有請我哋呢太妃主席林樂陽總慶平鄉長，向鄉長支持。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吼，喺連樂鄉主辦嘅6隊運動會第59屆，落台基本日睇下吼，我感謝所有嘅我哋鄉親，按踴躍嘅來參與一擺第59屆6隊運動會，落台也睇下，感謝我哋中央政府按關心我哋客家事務，也派嘅按多嘅地方嘅中央嘅官員，也及地方嘅官員來關心嘅一擺6隊嘅運動會，落台睇下，祝大家身體健康，事事如意，多謝大家，謝謝。我請我哋鄉長，接下來要有請屏東縣長朱春米縣長小米，邀請小米縣長為我們致辭。歡迎縣長，歡迎，歡迎。來自全國我們的客家鄉親、客家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屏東有春又有米，我係縣長朱春米。非常的高興，非常的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6隊運動會。我記得我在開記者會的時候，跟大會主席說：“哎，今天怎麼多了1倍的隊伍，好厲害！我們的6隊人員很好，林洛鄉公所的人員很好，對不對？”對。歡迎全國的客家好手來到屏東縣的林洛鄉來參加素有大武山下的小奧運，就是我們的6隊運動會，非常的歡迎。那今年呢，也是3年以來最熱鬧、最多人數參加的。
今年是第59届，那总共有7000位大小朋友来参加我们的6队运动会。我相信有大家的参与，这个运动会的成绩会越来越好。那这次呢，有很多的竞赛，有田径，有桌球，有竞速的溜冰，还有大家知道的网球，当然还有很多的传统的民俗的竞赛。欢迎大家，也祝福大家在6队的运动会有很好的成绩，有很愉快的记忆。晚上，我们的主办单位还有举办了一个客家金曲之夜，我们的客家之光，我们的彭佳慧，我们的金曲歌后，会来跟大家共享金曲的客家之夜。欢迎大家，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多谢大家。多谢严总，谢谢周春明长。县长，谢谢小敏县长。接班下呢，来有请客家委员会嘅杨崇正主任委员为我们讲几句话，欢迎诸位。感謝大家。今年我有睇到禮拜嘅運動會，總共有7000人次參與，可以講2059屆以來辦了最生態嘅一擺嘅活動。大家也看到聯絡嘅踢足隊，一千3批，非常大稱，更加感動嘅咧。東台灣、鳳林、鹿野、池上、關山、北部客家，苗栗嘅南莊、太湖、三義、新竹縣、太愛、三鄉、寶山、北部韓國峨眉，很多鄉鎮大家出來參與咧還有人特別去6隊。客家會特別是6隊客家童謠會，各地嘅鄉親熱烈嚟參加，我會向大家表達我嘅建議。大家知，台灣在清朝嘅時代，因為政府嘅無能，所以人民百姓必須自家組織起來，保護自家嘅鄉土。呢種保鄉衛土嘅聯眾組織，在全台灣。全部冇嚟，唯一傳到大家係年年會紀念、年年有發通嘅，就係你6隊，所以6隊組織本身就係你無形嘅國寶文化資產。到了特別，我也特別講，過去呢60、70年來，你辦了59屆，當中都係因為有時間，一部分嘅鄉鎮。佢嘅財務能力、各方面嘅條件可能不允準，因此呢無法度繼續辦下去。所以講到呢一點，我要特別表揚，老感謝我前任嘅利用的主委嘅時節呢，佢看到講，按樣下去6隊可能會散退，所以從佢任內擴大期盼，中央客委會全力支持。成為一個新嘅傳統。個人，你看到中央地方合作以後，大家人人按生態、按熱烈，各鄉鎮共同團結。對你來講，你唔單止係一場嘅比賽，係兄弟姊妹打交情嘅時節。對你來講，你唔單止係一場運動會，更加係你透過運動會來向立台。6隊嘅選民，總用功、總義功，佢哋都有保鄉衛土嘅精神，你透過運動嘅精神，向佢哋都來表達人嘅資金。今日要感謝所有嘅運動員、運動選手，你哋都盡全力來表自家嘅功用，你係咪一隊一隊來喊一下好冇？好，做隊，加油！做隊，加油！有隊。加油！前隊，加油！後隊，加油！中隊，加油！先鋒隊，加
加油！感謝大家加油安之生。多謝，感謝諸位哦，本人還有精神嘅結尾哦哈。接巴下，來有請行政院陳建仁院長為人講幾句話，非常歡迎行政院長陳建仁。今天我们的主角，所有参选的选手和亲友的加油团，台港后。2019年我担任副总统的时候，第一次来参加我们54届的六堆运动会的开幕式，那一次是在后堆内埔主办。今天很高兴再一次来参加六堆的运动会，看到六堆地区的乡亲和选手们齐聚一堂，更重要的还有台湾很重要的客家的乡亲们也来共襄盛举，还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们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看到大家把客家的传承生生不息的传下去，充满活力的精神，实在是非常棒的活动。我们给大家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我们蔡英文总统的故乡就在屏东。是丰港的客家人，蔡总统上任以后，非常重视客家的发展。行政院从法规、制度、预算到政策，逐步来规划并且落实。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2020年客委会将台三线客家浪漫大道治理平台扩大到六堆和台九线，并且成立了进六堆专案办公室，用心耕耘客家特色产业跟观光经济，我们一起来让客家的发展越来越好。大家说好不好？好。我们行政院也给高屏的六堆地区的补助是十分的丰沛，总计超过了18亿元，里面包括了龙井溪水岸的环境，还有六堆纪念公园、非营利幼儿园、客语沉浸空间，并且修缮了客家的纪念空间，像是美浓的邱义生家族火坊，还有万峦的五沟水聚落的主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继续来建设我们高屏六堆的这个客家地区，也让全台湾的客家地区有更好的建设。大家说好不好？好。要来这里跟各位客家乡亲报告。去年8月，我们台湾举办了全世界第一个客家为主题的2023世界客家博览会，创下了1100万人的参观人次。那我们赖清德副总统也夸奖说，我们是客博是台湾客家文化重大的里程碑。我相信很多的乡亲也都有去参观过。我们大家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大家一棒接一棒。一代又一代的传承，把客家建设得更好，大家说好不好？好。刚才我听到的介绍，六堆建堆已经超过了300年的历史。六堆运动会的精神就是延续客家先民的团结，保卫家乡的共同记忆。所以我今天很高兴来参加我们六堆运动会。那六堆运动会的持续与时俱进。这一届不但有软式网球和桌球的专业选手加入，也加入了奥运的项目，包括了霹雳舞跟攀岩，还有小朋友的幼儿滑步车的比赛，规模越办越大。都要感谢我们12乡区人员大家的努力，我们给所有的承办人员，特别是我们的会长一个热烈的掌声，好不好？在这里，我要再跟大家保证。政府会继续来推动客语的复振，还有文艺的复兴跟客庄的经济，让客家精神源远流长。所以在这里要预祝各位选手大家能够夺金摘冠，然后运动会顺利圆满成功。当然也祝福大家身心灵健康、平安喜乐，万事如意，家庭美满。谢谢大家，安住谁？谢谢院长的勉励。请院长为我们留步，要请院长为我们颁奖哦。我们首先呢要来颁发的是六堆旗，要颁发给我们辛苦承办的林洛乡的钟庆平乡长。好，请熊总出列。好，马松，俺们请也给拿松这个六堆旗，表示我们六堆300的 logo 哦。
有我们的大武山母亲之山，还有我们六堆文化地景。我们也请媒体记者可以捕捉这个画面。感谢也个总乡众哦，非常的辛苦。好，谢谢大家。好，那我们请院长继续留步。我们这次还要颁发麒麟奖，要来表扬我们早期麟洛乡的运动健将，谢谢他们的付出，还有继续为我们运动的那个培育了付出。第一位，黑俺那个启峰子，好，俺的宽头前哦，好，来翕兄。我们看前面哦，哈，看他翕掌兄，他是屏东县运标枪多年纪录保持人，还有屏东县运200公尺、400公尺多年纪录保持人。哦，多枪，恭喜多枪。第二位呢是牛吉，他是破全省中学联合运动会纪录，由我们的亲友来带领。而且呢，吴女士1972年慕尼黑奥运是以1公尺60刷新纪政的成绩，非常厉害哦。多枪，谢。下一位是齐 Q 莹，齐女士呢，她是破屏东县中学运动会铁饼纪录，以及全国铁饼纪录，还有区运铁饼8连霸。以及1970年曼谷亚运女子铁饼第4名，铅球第6名，不能被他打到哦！恭喜恭喜，谢谢。好，下一位是林森林先生，来恭喜他的丰功伟业。林森林先生，60年代台湾10项运动最顶尖的国手，64到67年全国运动会10项运动4连霸，哇，厉害厉害，厉害哦！好，多谢，谢谢，多谢林先生，多谢。接把下分享的是王贵彤先生，王先生是早期俺们国内运命的后数，他孕育了多名软网的国手，并传承软网运动。谢谢，谢谢，谢谢，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人，是不是再次掌声？谢谢院长今天莅临，给我们实际的勉励、加油、支持，谢谢院长，谢谢院长，多谢院总，非常感谢。好，头头嘅麒麟奖啊，吼，因为啊行过度，做嘛头头嘅丰功伟业，过度用翻译讲呢，因为行过度后生嘅，因能唔知哦。今仔看伊了，嗰种迄因能呢，也个阿公阿婆吼阿伯，嘅年纪嘅，其实因能都系非常厉害，比俺哋嘅六队韩国队嘅台湾嘅体育界，都系有佢太贡献嘅人哦。嘿，尤其啊，有安尼迄种，咱会感觉讲，哦，原来俺哋出安多。安外嘅人才，真厲害，佢練咗嗰度年年咧。冇唔錯，啊有安尼嘅獎咩盤睇㗎？提講俺哋其實以前都有安好嘅成績咧，俺哋下一輩對體育、對運動有嗰度夢想嘅人，咪做得創業到嘅前輩，吼前輩來看齊哦。接下來繼續來頒獎，吼，俺哋會頒發咧係優秀選手、優秀教練，還有優秀團隊獎。我哋有請麟洛鄉總慶平鄉長來為我哋先頒發優秀選手，而上台嘅係原名專項彭奕成、原名專項鍾玉芳、劇烈專項彭慶芬、足球專項嘅齊賢家。好，我哋請鄉長來為我哋頒獎。我哋呢線數有軟網、韓國健力、韓國桌球嘅專項哦。之前講呢係請遊來一個開梁，我哋來頒發獎項。好，請鄉長企到呢度，我哋向下來翕相，我哋看頭前嘅攝影師哦。好。謝謝這群優秀的選手，非常多謝。接下來我頒發嘅係優秀教練，原夢教練總鳳慈，
杨淼教练冯子怡，羽毛球教练陈仲一，欢迎上台。欢迎。好，请雄总来为俺们颁奖。好，来雄总激动，我们看头前的叶标师，一起合掌，中啊翕相。好，多谢，多谢，非常感谢。恭喜哦！接下下，我哋會頒發優秀團體，由聯絡國手楊淼隊嘅陳定峰教練，係個女僕國中排球隊嘅鄭允安教練。強總來為我哋頒獎。好，請向總去地動，向下翕相，我哋看頭前嘅葉標師。好，非常感謝，非常感謝。起火，有人按奖啊！也是台湾屏东太武山下爱了海边的一个地方。也找一个好水安靜哦，我哋出去呀，睇下一下好冇？這地方以後你按到聯絡噶。長長嘅山啊，溜溜嘅水，太武山下東角海邊，藍藍種地啊，開放遍地，花園中一見的家園，藍藍嘅天啊，茫茫嘅內，屏東平原個平海順，竹子流對愛有名。先鋒中前中有後，前隊從子領導，後隊在內鋪，中隊教導
春千几呼唤，天山流水，顶来看看，夜青几日头，乐观几向前，街头风味，偏来行行，太过风风茶里错了。成功了，欢迎来访，凉快的心房，探春的脚步，一年三十，一年三十，天顶爱多淋落来，一年三十，一年三十，处处有温情，欢喜来见面。三心几悠长，春千几呼唤，天山流水，顶来看看，夜青几日头，乐观几向前，街头风味，偏来行行，太过风风茶里错了。成功了，欢迎来访，凉快的心房，探春的脚步，一年三十，一年三十，天顶爱多淋落来，一年三十，一年三十，处处有温情，欢喜来见面。三心几悠长，春千几呼唤，天山流水，顶来看看，夜青几日头，乐观几向前，街头风味，偏来行行，太过风风茶里错了。成功了，欢迎来访，凉快的心房，探春的脚步，一年三十。
太为了爱，可那眼边来学校图书。也是阿妹最爱跳街舞，艺术那主角，艺术看样子，用叫种草声音来对话，一只脚还要玩一只脚。也是阿妹最爱跳街舞，一跪一下子，一次都出声，用手中鼓终于不退，一把鼓没有没一把鼓。太黑世界人的地，阿妹朝天手错晒一头，为了老太为了爱，可那眼边来学校图书。也是阿妹最爱跳街舞，艺术那主角，艺术看样子，用叫种草声音来对话，一只脚还要玩一只脚。也是阿妹最爱跳街舞，一跪一下子，一次都出声，用手中鼓终于不退，一把鼓没有没一把鼓。也是阿妹最爱跳街舞，艺术那主角，艺术看样子，用叫种草声音来对话，一只脚还要玩一只脚。也是阿妹最爱跳街舞，一跪一下子，一次都出声，用手中鼓终于不退，一把鼓没有没一把鼓。水果，水果是水果，都是水果身体好。梨果、酸果、风凉果，红红都是台湾宝。木瓜、香瓜、泰西瓜，生日是来笑哈哈。水果，水果是水果，都是水果身体好。梨果、酸果、风凉果，红红都是台湾宝。木瓜、香瓜、泰西瓜，生日是来笑哈哈。水果，水果是水果，都是水果身体好。梨果、酸果、风凉果，红红都是台湾宝。木瓜、香瓜、泰西瓜，生日是来笑哈哈。水果，水果是水果，水果是水果身体好。梨果、酸果、风凉果，红红都是台湾宝。木瓜、香瓜、泰西瓜，生日是来笑哈哈。来到一个的，我爱你去，主天啦，主天啦。这时节虽然是最重要的，没水就无法度种水果，所以客家人同河洛人每摆都因为水源的问题去吵事。
喂，系我种的，你袂使有白板哦。爱迄皮下有毛用的，袂使，甲我放落来，无你试看卖。爱实在还有迄我辛苦种的呢，你讲白板就板你莫叫我同意啊，对无？奇怪咧，你板就板，你三人家种啊，对无？是不是？唔免用的啊。王爷古朴，如果糖多一点，摕咧炒丝。唔得莫吵诶，客家好路强一家人，爱和平相处，爱定共同努力来建设前队联络团六队啊！我也古堡吹起来个曲，客家好路你记得有好，公园开始你知道。我发现我们的路途。麒麟光临富贵吉祥天，千对联络手系爱故乡。水跌落来沙边梦境，江港依托应是好温风，众生庇佑太岁龙口，传统客家建筑讲古话，用心团结用心富家业，梦呀古朴传起来热情，客家好龙言心态永恒。水跌落来沙边梦境，江港依托应是好温风，众生庇佑太岁龙口，传统客家建筑讲古话，用心团结用心富家业，梦呀古朴传起来热情，客家好龙言心态永恒。3、2、1，抢标！好好哎！我哋一下太妃飞旗入场，会旗进场，看到入场嘅系女仆农工二队来副旗入场。
太妃飞行入场，祝福选手旗开得胜，第一，得到好成绩，大家加油！好，接下来呢，我有请我们所有的长官贵宾，请长官贵宾起立。长官贵宾，那也请我们的选手脱帽，假使有帽的，有戴帽的可以剥开的哈。如果您有戴帽子，麻烦请脱帽。那请脱帽。冲国歌。班曼乡县凤队为了也拜6队运动会，特别准备了代表6队生意向去6种设施的胖胖的结果的，也好，我们就来表结果的表胖胖的，能准备好了冇？好，那我们倒数3、2、1，唱表胖胖哎，表胖胖哎，掌声！省太妃飞起，省大会会起。海伦太妃起，韩国胖胖的升空，没象征自由热情同6队的发展。那么希望迎来迎后，没祝福太妃圆满顺利成功。希望呢，我们也个飞起顺利，韩国也个胖胖的没升空，表示我们呢6队运动会会非常的圆满顺利。接下来，裁判员宣誓，我们由裁判代表邱志贤来进行宣誓。显示，为了确保106队运动会可以顺利进行，我代表全体裁判员宣誓，绝对服从裁判长的指挥，严格遵守裁判纪律，执行体育职业道德，执行裁判职务，公正客观，实事求是，一丝不苟，并公判决，秉持公平公开的原则，严格把关。精准判决，为113年第59届6队运动会做出最大贡献，并提供优质的服务。宣誓代表邱志贤监事，民国113年3月9号。
接下來係運動員選手，由運動員代表何明權進行選手。何選手係聯絡電子嘅後生盡控原色苗球，是代表台灣參加仁川亞運，得到原苗團體團雙打銅牌。全體運動員起身。選手，今年為了促進6隊運動會增建體魄，鍛鍊強健的體格，今年用快樂的心情來參加第113年第59屆6隊運動會。今年一天會遵守台會的規矩，並服從裁判之判決。選手代表何夢勳今時中華民國113年3月9號。接下來請優秀運動員勝負代表出列，原名號數彭業成、原名號數張玉芳為我哋進行薪火相傳儀式，每場向總一道推卸，來為我哋傳遞勝利之火。另有6隊薪火相傳。我哋兩位選手玉芳也當年接連代表U18參加國際賽，同時喺自由比連殺得到2年嘅冠軍。以前就係2022年杭州亞運培訓隊代表隊選手喺全國運動會，韓國係不時創下好成績。我哋嘅運動員已經到誒勝負台嘅韓國我哋嘅入台檔，我哋要按到嘅貴賓睇下，我哋準備可以來用 LED 天火嘅方式來點出勝利之火。我哋現場向下倒算5秒，好冇？我哋向下哦，準備5、4、3、2、1，另有6隊。精彩再現，第59屆6隊運動會正式開幕。6隊運動會，6隊新嘅歷史已經開始。6隊加油，客家加油！感謝大家，希望大家按時勢努力。第59屆6隊運動會開幕典禮圓滿成功。祝福所有選手都得到好成績，非常感謝大家。